那边好大一座花园，不知是什么地方。哦，越发带我随喜随喜。啊，张先生亲自怎么样？哎，那便是去不得的。恰是为何？这里面之茶，一股蔡相国的夫人，我隐隐小姐。蔡相国家眷为不拘官爷前来报杀句句。先生有所不知，这因相国去世，夫人与小姐无了领袖为尊不领远君，路上不行，故而在此寄居侍中。哦，原来是此。夫人病身，自家严禁，什么人都不能进去。红娘，小姐开了这门。是。哎呀，财夫玉娟来了，哎，遇上多余不理，再这么好，哎，张先生，快到这里来躲一躲吧，来吧，哎，快来，哎呀。万紫琼好不如此，小姐来呀！只听到哩哩应声哇转，梦转间500年，风雨离远。张先生。小师，哦，这位莫非是蔡家的小姐吗？正是蔡家英英小姐，为那位小娘子呢？那是小姐身边的是玉红娘。啊，张先生，我45岁要回来了，请先生方丈备茶。小叔先一步，小生谁有心来？此先生就来。妙啊！你猜你喜春风眠，才年夏天冰永边，教父要此教育远，似水流在晚风间。用此本兼顾了万千，是这般美人儿几人间。红颜花了满去难言，为女儿比去半空
去问啥问啥。是的。小姐，你看这里的白桃花开得多鲜艳啊！我们这两次去好不好？是的。小姐，我们回去吧。门沿了梨花深院，本乡日老是晴天，恨天风雨甚方便，真情在一毛心愿，再当他领去去赴那一族，今番事哦，定把这推故乡事平儿传。张先生，我似乎已经回来了，请你奉上拜茶。哦，张先生，请。好，请。小叔，哦，原来是红娘姐，还有什么事吗？奉了老夫人之命，打听在即，不知长老可在房上？我似乎正在房上呢。是次有劳小师傅领路。好啊，我正要陪这位先生去见长老，此次先生请。啊，这位小娘子去打听在即，小生同去不便。啊，先是先引一步。先生，我稍备了，红娘姐，快带我来吧。是。小娘举止真端庄，见不见半点儿清光？方才是乘风引梨花见识，是今得有家中皆是郎，他言语巧，来往忙，聪明伶俐，不寻常。傻在与都京小姐同款穷，还需要引进文玉小
打听再其回来，必要从此经过。哦，待小生再次等他便是。哦，小娘子，小生只想有礼了。先生万福。请问小娘子，该是侍奉英英小姐的侍女红娘妻呀？我便是吴老同门。啊，小生一句话哦，关什么？言辞之间不可乱发，也是人儿有力难发，请说吧。这个，小生心脏灵工是军人，并管西路城市，年方23岁，正月17紫禁城，并不能辞妻。哎呀，再问你嘞，我又不是算命先生，要你的身份办事何用？再问红娘亲，哎，你家小姐她可常常出来走走？出来点怎么样？夫人的草林边上，自家年轻较有方。三船三叉同志辈，葡萄不管谁中堂。先生有非请我，不老实实问官场。红娘亲，非白言是孤兄，我是人总管把礼仪吧，从今再管胡乱讲。从今以后当问的问，不当问的就不要我问。你要是不问啊，被老夫人问子，你胡一场，真是个书呆子。听说到心情长，一天寄宿眉肩上，红娘啊，你年纪小，性子刚，为什么临着病上？小姐呀，你心中啥句老玄道，你不该领去为对方。今生啥不理做平头脸，难道我前世少了团对象？准备打1万星，长西单谈，5千遍到真最上。是的，我不免向无常，驾着西厢深送一情。早晚也好，再见一眼小姐，如何不可？对，就是这个主意。相公，我到处找你都没有找着，你站在这里做什么呀？行动，大半天你在什么地方？我在宝塔顶上问啥你？天色不早，为见郎，赶去心里无处想。我到哪里去？翻到了当，在哪里？死在西厢。
街亭发葱树叶，在此一名小姐每夜必到花园烧香。且是今夜月把风起，他日来日，我定令看顾十分清楚也。不见那人巧啊音，我侧着耳朵听，我捏着脚步迎。听得九门儿呀的一声，风不去三里来，一向心声。我点茶酒尖仔细定睛，妙啊！比那日初见时哟几真。红娘去向来是。一枝香，远望无八岁天堂。二枝香，远老母百年寿长。三枝香，见小姐万情妈妈话难讲。小姐，你为什么每年到了第三次香虽没有话了？陪红娘替你来做告吧。愿小姐早配鸳鸯配一个，官司才有长远啦。风流成了温柔心，与小姐百年成伤。红娘休对外面，
不明朗哦。是啊，今夜有事，好不明朗。红娘，嗯，老夫人命你去问长老，既是与老相公做好事，你倒是问了没有？我也问了，长老说2月15是寿公子的，请老夫人小姐到大殿念香。啊，小姐，我想起一件好笑的事。什么好笑的事？前天我去问再见的时候，碰见那是在国门口遇见的那个秀才，他见红娘深深意意，说：“小娘子不是莹莹小姐身边的红娘姐吗？”又说：“小生心脏明公是君人，本官西路人士，年方23岁，正月17日子日见生，并不曾娶妻。”哎呀，谁要你去问他了？哎呀，谁问他嘞？他问混大小姐的名字是，唱出来走走嘛，舅娘好好的抢罢了一顿。你不抢把他也罢。世上竟有这样的傻瓜，我不抢把他，不晓得他还要是些什么疯话呢？红娘，你告诉过老夫人没有？还没有告诉老夫人。这些小事不对老夫人说也罢。红娘理会的。小姐，你看又到中天，我们再摆一摆香吧。玉桂无限伤心事，尽在深深一叹中。哎呀，小姐为何如此长叹？仔细想来，小姐之谈必有所告。我不免以月光花影为题，告你且试一试，看他怎样。有山永永烟，花影切切残烟，似红林好风。不见有众人。红娘，你天上就有人认识。是啊，这3件就是那个23岁不能娶妻的傻瓜呀。好亲近的事啊！小姐，他认得好吗？兰桂生寂寞，无计度芳菲，了得银银家。呀，小姐，你去舞得好快哟！心儿里涌上了多少憧憬，你笑面泪最不忘满足盈盈。我眼前庐山有云，他背着笑脸来相迎。我你无所踪迹，
将蒙天闭门声，为百姓要生去。长老辛苦了，儿郎母亲在为娘来。是，长老，他是真的做完了吗？是啊，哎呀，长老，你多注意可不好嘛。小姐，你和他也没有定过。张先生，天色已明，你该回房安息。老孙也别顾了。怎么？天亮了？
张先生，你往哪里去？小心两员呐，才是高台。这，哎呀，这，哎呀，等我去禀告老夫人知道。长老，姊妹娃为何这样惊不喜帖骂死人呢？老夫人，大事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我叫修江省队部大领5000人马，可现在是要怎么样？要抢英小记住一少夫人。老夫人，长老，这是死我的了！可要保有小姐之道。女儿，母亲。怎么样了？老夫人，话变成兵一道，上不将小姐送城，他们要把火烧了了。哎呀，这，不错，你再去听，是了，无相爷，兄弟本人必得记，分家人就才两无门。你可谁得了？母亲切莫悲痛，儿想来，只将儿先于之人，才能保天家生命。儿家无办法之难，再婚之女，真正将儿先于之人，岂不是我们两儿的家谱？母亲，事到至今，莫再恋别人，少将儿先居于此。一来免得踩在老母亲，二来以免外边花灰尘，三来终身无事宁可把，四来先人邻居对儿女，那无来荒唐的是离人人，也把对蔡家与对亲，因啥子谁是谁，血淋一旦花颜城。为了慈母哎，可怜极了爱的亲。想儿乃是切尽自己，为娘真心将儿携在救命。母亲，现在本是太平之际，儿岂肯真顾人从于此？事情啥就在良机，也罢。娘啊，三叉里儿的你，将儿的死罪先出罪。你不能是老夫人，我不问过儿是谁，本实有高见，共杀一个太平之计，特此大难，也未可知。
危机在此，日有几？母亲，啥有谁能推得这边？儿子愿与那英雄结为婚姻。对，谁不能门当户对？到底为强是血雨之人。我的儿，母亲，这是他委屈的呀。母亲，这才是结在眼，不得不发。我很心上撒娇儿，为救西家。母亲，小长老的想想啊，与我说话。长老，你这话下去还是认得？有谁能推得这病的？老身做主倒背葬礼，必将小女英的与他为妻。老身遵命。我一尊称尊英儿，才不母亲，还是神灯天在，是今上有人能推得这病的。老夫人这次倒背葬礼，将你因小姐与他为妻。来5000中结下礼，还是被问。吾家人心中难，杀不起人。我要从这一天把成名开。张先生，你莫非有推病之计？真是，哎呀，一家书生修过几之力，怎能推得这病？哎，你莫看是不是女，我是女叫兵部，青山水好，快来接过夫人。夫人，这位秀才就是老身的那个亲戚，他倒有推病之计。先生有推病之计。夫人，方才听长老当众小语夫人之意，小生女还是身着同在危难之中，不如原先推病之计。这就先生仁义。刚才长老说过，有人能推得这病的，先要将小女英英与他为妻。夫人言出是善，小生义不容辞，此但请放心。长老过来。先生有何吩咐？此太监需要接种长老。这，哎呀，老身你们怎能推得这病？哎，
长老不必惊慌，须到中律之上小女出人。其实夫人言道，小姐小我在身，道上功德圆满，送与将军只怕与君不利，请教神老暂退一箭之力，三日之余功德圆满，小姐完了节目，方能送与将军。哎呀，三日之后有当时哦。好夫人不必着急，小生有一故意。新都名前号称白马将军，统领3万大军，征西不管。他的小生不败之将，一封书去，救兵必来。啊，老夫人说得白马将军前来，我就一个身肺夫，夫人但请放心。多谢先生。理当要了，先生你快叙述。书吗？哦，早已修好了。好，我去10月出乡知道。红娘，快陪小姐回房歇歇去吧。是母亲。是啊，小姐此日但请放心，回房歇歇去吧。小姐到困他不成？啊，红娘真难为他呀。好了好了，哦好了，夫人这将果然退了一箭之情。长老，你快查人下书才是。此事交与老身夫人放心。一封书去，救兵必来。夫人，你放心才是。多谢先生，老身别过了。好，活了，哎，来，长老，快快查以牺牲胆大之人先去下书。好，我之下有一对儿名唤为民，他最有胆力。哦，就是他心境古怪，非要用言语激动他才肯取得。好，长老放心，小生是能教他先去。好，先生你快载我来。好吧。张先生，老夫人等着你，快来吧。哎，红娘子，今日夫人相亲，为别的客人吗？父亲家访不为亲，不如人情比众生。今日一人不必他，请贵人无言上上批评。想不到张公也亲生。张先生，你为什么看着地下的时光走来走去呀？小生客中少一名妓女，所以家的这时光，早早我这衣冠全带真几分。原来是他来为夫姻，真是个风无双的。红娘子，你看我这两鬓是我。你光悠悠话到苍蝇，你酸溜溜酸到牙根。哎，红娘子，小生客中没有一些品味，这样可以见老夫人呢？那怕什么？你看有功举江南，你两本功劳是红绫。
心中十分沉，真的吗？总只为你先生胸上有8万兵啊！红娘，张先生来了没有？张先生来了，张先生你请坐。张先生，长公拜见父先生少礼，老身也有一份。这干啥？先生若比张先生也有精神，我一家性命皆先生所问。今日两位校长必为保利两表先生，望先生莫言轻慢。此个自备见夫人我父，事已过去了，不必告辞。张先生请坐。好，请。红娘看酒来。请张先生莫言慈悲。张在事不关事，长公拜你。红娘，去请小姐出来与张先生迎礼。小妹，小姐，老夫人请你出来迎礼你。大伯是张监狱，他虽然多，来人能开在关中。小姐快点儿吧，张生来了，官人了。吃来香，别说长下瓦上我，委屈张生他老就说。小姐，哎呀，小姐，你今日这样打扮，又显得脸儿翠淡的破了。半片红娘虽啰嗦，当着人心去开我。小姐，张生今日见了你，他心里不晓得要怎样夸我你。红娘难逃身，他望在相思不为奴。不为你小姐又为哪个来？事情老夫人把你们认罪了，我是张生，谁是小姐你呀？红娘红娘，今日之夜难道是算张生和我的？可不就是你们的合伙人交杯醉吗？母亲那里也不该把两番激动一番做，身前那几人死了，终长了也比谁落。哎呀，小姐你不要再说了，张生等久了，快去吧。才华我文字部，莫转去步。小姐跟你暂时高头。小姐，他玲珑心照条坡，晓得隐隐如此多。见过母亲。罢了，请张先生上座。不，小生理当此业，应该由夫人代受。逃不得过，公瑾不是聪明啊！请先生上座。儿啊，
请谢了，母亲。快上前罢了，哥哥。呀，这欣喜不得了，我娘变了话了。从今以后，你们是同胞兄妹，一般情谊。这像是今晚太平年。只见他莫听听深山中，只见他不恨不痛低头走，还真是个的是老婆婆金山山妹妹背姑姑，今儿的人心儿苦，我们去玩难清苦，长尊妃也模糊，恰背在眼前做什么？红娘真久了，儿郎，快上前与你哥哥把阵。儿郎，快上前与你哥哥把阵。他几岁也不想这药医进步，他起了这哈子抓住了内裤，请长姐姐莫因此悲。小生了在。红娘这了背上，儿郎，若不是你兄长相救，哪有你的活命？你一定要敬你哥哥一杯。了今日平川人口难长家，母亲啊，害了人民万如酥。红娘，把酒敬上。哎，小生本是不良人。小姐，这玩闹真生得了。而今玩闹万一苦，他的是居于思量真难熬。我有心想把中长书，真美母亲在旁边走，长生啊，你无怨我明白，令我从此只差天涯走。张先生，从今你我以为亲戚，实是可惜。请张先生莫因此悲。直到他脸上笑呼呼，我知他来在酒上，他必激动，他一封私信把彩屏破，他不讲音乐像什么，受尽了天爷落空他们。
去好好伺候小姐。小生醉了，告辞。姐妹不恭。夫人跟前，小生有句话要说。先生请讲。现在沈飞夫为治了庙门，边在仓促，夫人身上无能无人，能配出兵的，就叫英英小姐许他为妻，是有这句话吗？有啊。当时间是在听说了，是先生。是在修了书信，请来把马将军推掐着的。先生有我名字哎，正乃先相国在人，夫人亲自。结聘结位即是小生所主，夫人理该珍惜协议，应将小姐许与小生为会兄妹相称。张先生，小女终身先相国在人。现在已经许了老身的内日人哎，现在他有事到来，实际是有道。要是他来了，叫老身无以为对。哦，原来夫人是这股主意。请问夫人，要是把马将军不来？沈飞夫公然无礼，请问小姐是否得配的领着才？这个，张先生，如今我情愿多以金不相酬，愿先生灵品高明，实为良便。夫人，现在小生挺身而出，岂为团里的奸贼而来？这。你好笑量张公，好，告辞。先生不必如此。先生，你我既结为亲戚，就请先生一日西下，以便喜图报答。欧娘，欧娘，张先生在了，快送张先生到书房安息去吧。是。明日别有话说。张先生，你少喝一杯不是好吗？哎呀，侯娘子，你也无度，我喝什么酒来？小生是见小姐之语，非情放产，谁高不得别人，且瞒不过你呀。现在小生这封书并不知道，可是你家夫人堂堂一品大酒，金口玉言，甚至当面许下婚姻，这不仅令我二人听见。你来看，两人素不生肉，上有天下有地，佛天菩萨都听见的。是今你家夫人会变化，使小生心情激动，更负别路。我正在你红娘姐跟前。经过死人了吧？说什么话？夫人有言在先，事情反悔了。莫是先生听了生气，就是我红娘听了，也是替先生不平。红娘子，既不平之意，会教我？我是对你说，今日之事都是夫人做主，小姐就未必一般心思。也罢。给红娘替你想过法儿，是你与小姐一同情书。杀到红娘姐如此，小生生死不忘。张先生。
生把这个贱贴儿再三教诲我，只是叫我尽管把他当面教育小姐。小姐，这不是了，你晚在床上做什么呀？小姐，这本事你还不认熟悉呀？夜来不认好人，甚至困觉难得熟悉。小姐用过点心没有？万里。是此小姐你先熟悉，给红娘到时下拿点心去。啊，红娘啊，老夫人在做什么？哦，老夫人在教货郎读书。啊，红娘，小姐，这半天不见你的影儿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我啊，我到西厢去了。哦，小姐，你熟悉吧？我去拿点心去。我有什么心情熟悉哟？夜听见有凄凉女儿的心事，下场生死决，是非永世。难得得生一生长叹息，气云分裂，这晚情丝。帘中真为大言之，恰原来一手托张氏，今日红娘常在此，叫人踏上一人事。这件钱竟是他叫红娘拿来的。哎呀，张生啊，张生，你也太大意了。张生多情几次事件，叫人看了不胜感慨。我要扶他一生，有空陪人之下，
啥不服他又叫人给谁不下？哎呀，这边怎么好你？相思恨转天，满把摇金路。若是与梦成，芳心还一同。此情不可为，放于何须多？莫非与瓦面千莲花影中，千莲花影中。红娘，哎，小姐，过来，过来呀！红娘，我来问你，这东西是哪里来的？才官被诈骗挑进来戏弄于我，我什么时有监管这样的东西？我要告诉老夫人去，不打下你的下本子来。小姐。小姐叫我去看他，他才叫我带来的。小姐不叫我去看他，我光问他去讨来吗？我又不识字，知道他里面写什么。好，小姐不用闹，带红娘到老夫人跟前出手去。红娘，你到老夫人跟前出手哪个啊？出手张生啊！啊，红娘，我得让你玩的呀。被老夫人知道了，我要当下我的下本的呢。啊，老夫人管你事，因我替你说话不放肆的。我有小姐一为要告诉老夫人当下我的下本子，一为倒又替我说话了。红娘，你进来说话就发不知轻重了，都是叫小姐把我闹糊涂了。啊，红娘，过去的事也不必再去理他了。哦，我还不认问你，你今早到西厢去，那上身他到底怎样了？我不是。哎呀，你说不是啊？你说呀？哎呀，小姐，那张生手在真难看，他不是茶碗怕动弹。他当真比的那个样儿吗？也得亲过太爷与他看看真女呀。知道他生什么病嘞？什么？他这是谁可把家计盘，因此在废寝又房产，啥要将性命在岸前，是非小姐俱苦俱难。红娘，他这种胡言乱语，你下次许再向我来提。幸亏你的再问，要叫别人听见了，人什么话呢？小姐，你叫我去看他。哎呀，我叫你去看他，是兄妹之间有别呀。哎呀，小姐，张生他愿意和小姐做兄妹吗？啥不是老夫人许了婚又拉，人家管这样说，管这样想吗？虽是我家亏负了他，他也不该如此。哎，罢了，等我写过检条去慰藉了他，也就是了。小姐，哎呀，小姐，你这是写什么嘞？这样不是要害了他吗？红娘，你不知道，我啥不写信慰藉了他，又不知要闹出什么事来呢？小姐，哎呀，小姐，你这是何苦呢？红娘，你去对他说，小姐要你去看他治兄妹之礼，叫他再也不要胡思乱想。一有在外，一定要告诉老夫人知道。红娘，就是连你也脱不了关系，拿去？不去。快拿去！我不拿去。这小丫头好没有分晓。小姐呀，
呀，小姐，你这个心儿往哪里死啊？不是你情在里三问到底，陆红娘与三官担在风险，三层天巧女花颜，白里里的愁眉苦脸，你看他死心儿放人龙归，我好心肠传说离间。我要是不去吧，又说我为熬他。再说张正还本上我的为话，祝我娘不着，就到书房走走，走吧。红娘子来了，红娘子，请进来边。张先生，红娘子，事情怎么样了？你还要问你？不要傻了，不解释了，不解释了。小姐她恼了。小姐怎样会恼呢？这都是你红娘子不肯用心啊！是我不肯用心。哎呀，张先生，天在头上你。怎么？你那个笺帖儿写得好啊！但愿你先生面前，真正我红娘为满，啥不亏小姐素相恋，今朝先生就完了。从今后相会少见面呐。川先生，你早点过走来陈山。红娘子，张先生，再也不必申诉你的地步了。可小姐婚我要回去。红娘子，你不能走，你要是走了，会再替小生出子。张先生，我管不了你们的事了。红娘子。哎呀，张先生，你是个读书之人，起过名利。为了你那个笺帖儿，小姐子他拿棍子打我了，你还要来追我？红娘子，为了你恩情美满，先生我皮肉拆弹。红娘子，你只要替我想个法儿才是啊！我这条命运牵在你的手里，红娘子，你要救救我的命！哎呀，张先生，你怎么了？红娘子，经不起他的娃儿多塞来，好叫我做人难。红娘子，哎呀，我没来由的就问我他去本事些什么？小姐为心在这里，你自己看去。红娘子，果是一个牺牲啊！红娘子，
即小姐的书，你该早点通知我，小生可以接待，接待不及望小姐施在。哎呀，张先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小姐骂我都是假的呀，假的。哎，你可晓得书中之意？哎，书中之意哟。这书中之意怎么样？今天晚上，小姐让我到花园相会。我却不信。信不信那有你呀。张先生，这上面说些什么？书上有五言四句：白月西厢下，迎风500开。家将花影动哦，你是女人来。张先生，你不要念了，快解与我听吧。好，白月西厢下，是要小生月上神去，迎风500开，是小姐开门等我。家将花影动，是叫小生跳弓下去。跳下？你是女人来，那就是小生。来了，怎过这样接？不是这样接，红娘子，那么你是该这样接。张先生，怎过这样接？小生那是猜四妹的所讲，难道这4句诗为猜错吗？好一个小姐！原来你令我红娘都瞒过了，既然见几数的瞒过语言，好小姐心眼儿这样刁钻，看几日的了在喜美红红娘子，小生那读书之人真好挑拣，挑东江与红娘两不相关，挑也与你，不挑也与你，你们的事我都不管。红娘子，小姐呀，小姐，我看你今夜是瞒过我红娘啊！哎呀呀，今晚此事好不叫人高兴啊！这是挑想。哎呀，叫我这样挑呢？是小姐叫我挑拣。那是我非挑不可。小生非挑不可啊，非挑不可啊。心花天生了女丹呀，要转于大字度也家，月亮是谁的金啊，我只谁去了刘驸马。我心愿已马难顺下，今夜是把夫谈。小姐，你等等我啊！哎呀，小姐，你走得好快呀！小姐，你看，柿子上的乌鸦都快哭了，池塘里的鸭子也在醒了，时日不早了，今天晚上要不要烧香？红娘，你看这两叶迢迢，真是烧香的时呢。门落池塘常在呀，看我呀嘞迎亲呀。
把相问把好了。小弟。红娘满彩风雨家，冷眼旁观且看他。啊，红娘，小弟，没有什么。红娘，你去做什么？我看看就能算好了没有呀？算好了吗？小弟，我好像听见外面有人听我们说话，怎么得去看看去？哎呀，哎，红娘子，张先生，哎，我问你，小姐来了没有？小姐倒是来了。我问你，真的是小姐她要你来的吗？哎，小生那是才私密的说。哎呀，你放轻声一点，怎么？她在那边站着呢。你快去吧。好。哎，慢点，你不要从过院门进去，怕小姐疑心是我来带你的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她不是叫你跳响吗？跳响？哎，那你跳吧。哎，红娘子，哎，小弟，我出门内外都看过了，连一个人影子都没有。哦，没有嘛。红娘人是真奇怪，莫非她已叫机关家？要是她，哎呀，在母亲四大真身好。谁呀？哦，小姐，是我啊！张生是你呀？是啊。哎呀，张生红娘在这里呢。哎呀，我在角门外已经遇见她了。果然红娘已明白。小姐，小生是奉了你的大佐，是要来的呀。哎呀，张生红娘是要来的，你快走吧。哎，小姐，是你叫我来的，这是什么？啊，小姐，红娘，红娘，哎，红娘，小弟做什么呀？哎呀，红娘，我好好的在这里烧香，忽然有个在跳鼓匠来，你快替我把他轰了出去。花园里我有谁？我带红娘来看看。哎呀，是在哪里呀？在哪里呀？红娘子，是我啊。哦，我是花园里哪里我有谁？小姐不要紧，这是一个熟人。不要我说，这难道还有孙弟说的吗？小姐，你也认识的？对呀。是张生啊。哦，不管张生李生，快与我把他背了下去。带到哪里去？这老夫人那里去？哎呀，带到老夫人那里，不是要挖了他的名声吗？哦，小姐，给红娘替你来赐分吧。张生，过来，跪下，跪下呀。张生，我来问你，是谁叫你跳墙过来的？谁？跳墙过来做什么？谁呀？快说呀！别张生，小娘子本花莫花，要带你三句中堂话。现在你才有海洋城，才是你是当天来他。你黑夜里长进人家，不当你监听，当你谁来拿？张生。
几多空生之事对他周公之礼，为什么黑夜里跳过上来？是谁叫你来的？红娘，哎，你与他都讲些什么？还不用我把他带了下去？小姐，看在红娘的份上，就饶了他吧。看在你的份上，先生大恩，早晚必报。如今几位兄妹所有生此心，万一被我母亲得知，先生我意是爱。尽看红娘份上，照顾你这招，下次不可。起来。才是你的作家，是今的总该死心塌地了吧？什么陈小一看千金家，本来他本场从事3年花。张先生，哎呀，张先生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！你为死亡去吧。掌声品中，请了太医与他了之。想他定是为了今夜花园之事一起人命。哎呀，张生啊，张生，你这样个聪明人啊，怎么还不知道我的心事啊？你拿我太不敬，不知道我心中多少难言。像是你心碎不了我儿无力尽黑，是什么他心碎不了我，讲什么我他今生，想当日他曾见我女儿最心，我岂然不
好待他疾苦在心，也是在祈愿把对我难安分，给我花途千场的一片从来是心间是苦开经常，难道是我怕是与他是非？蔡红娘不在身边，我不悄悄去到西边，开房上身。我把你兄妹子弟去探听，小姐，你要到哪里去？郎中好不门人想出去啥因为？小姐，我和你人是混乱，想着也来不人好的。我把别儿去兄弟想想的，你再去谁因为吧？哎呀，红娘，你传我做什么嘞？只要我一步踩关门，你便将婴儿不离身。只不过红娘一子，可是老夫人吩咐我这样是你的呀。大母亲只管得紧，小妹想可不是得紧。小姐，你不要冤屈红娘，红娘是记得你的心事的。小姐，长上的病你知道吗？亲谁了？不是请了太医与他调治了吗？亲是亲了，只是他今天的病越发愈烈了。什么？他已经3米不定，只剩下一口气了啊！红娘，家令万事喜临门啊，万岁在大家祭地。也放了好事相思悲，了家千秋一段情。红娘，小姐，我这里有一个好药方啊，你去送与张生吧。什么好药方？小姐，你又来了。上次你叫我送过监贴儿，谁爱得他一病浪荡？此今又送什么好药方儿？小姐，你不是叫我去送他的命吗？红娘，这药方是救命的呀。小姐，你哄了我红娘不要紧，张生是经不起再哄的了。红娘，你不懂得呀噻，这药方针对他的身缘呢。今晚就不哄你快去吧。小姐，啊，好
好姐姐，主人要尽快去吧。红娘，老夫人来了，母亲来了，啊，老夫人来了，见过母亲。老罢了。老夫人请坐。红娘，明日去探望张先生，你去过没有？我还不能去呢。这就去吧。是。啊，红娘，啊，你对张先生说，叫他安心静养。这一夜之费是由我家担待，就算我母女赶着前去探望于他。是。儿啊，女儿，为娘在叫你呢。啊，母亲。想张生当然曾救过我的家性命，如今病在客中，我母女实不承认于他，岂不被旁人谈论？母亲说对就是。儿啊，为娘见你这些事来，好像闷闷不乐。儿有什么不快之事，何不得为娘言讲？啊，母亲。孩儿还不是与往常一样吗？并无什么不快之事。唉，自从你弟弟去世，一家三口孤孤单单，寄居不动，也难怪女儿心中委屈。如今这派李成哥哥早日到来，叫我母女不领为尊，不领远求。一句两遍，已了却为娘一桩心事。儿在想什么？啊，孩儿不曾想什么。本该叫红娘陪着我儿去野山野山，怎奈我母女手小俱伤，比不得当初。我儿一向孝顺，是日也见得为娘之意。天色不早，为娘要回往重庆去了，我儿早些安息吧。送过母亲。免送。唉，真是世途心上重，爱恋不觉深。问苍天女不报喜，大人从来不称心。母亲啊，将身的你海上多做了，远山遥人，你女儿不知也不曾恰人你翻雨风雨。想张生为张生，修什么会忠心？想张生为张生，修什么情爱平盼里？即将是为救他风流女，为此心也了却我在女。哎呀，蔡莹莹啊，蔡莹莹，3世你理应该当机而行。到底叫我怎么去你？今夜晚这件事是难说了才。等红娘回来再做个商量吧。对，
身子困倦，离我35万，我要睡去了。怎么，小姐要去睡吗？小姐，那你什么时候起来？大丫头，睡下了自然天亮才起来。哎呀，小姐，那你怎么好去睡呀？你是我发福那人。什么那人？小姐，你这是何苦啊？你把姑苏山苦着龙，你把我红娘上起哄，你不给顾我红娘心一片，你不给几次三番龙神通。小姐呀，你是一为儿毛，一为儿头，一为儿花，一为儿空。上生时一半儿相思，他一半恩，一半儿痴迷，一半儿疯。你明明压了张君才，你为什么今晚叫他与落空？哎呀，好姐姐，小姐呀，你莫怕手，莫惊恐，我保管你风不采，草不动，全不为人心中。凡事都有红娘在，你怕什么西厢歌万重小姐，是的。小姐怕什么事呢？死了我红娘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了。小姐，给红娘请你来梳洗梳洗吧。小姐，这样吧，你闭上了两只眼睛，与红娘送你去，你什么都不用管了。是吧？哎呀，再叫你送药房的，没有法子呀，快走吧。我家小弟真是死得硬，这两条腿却是软的。行为，进来别了，随我陪。
不开。这几日皆因夜女光辉神死地上，在腰子体态与王神偏有不同，是叫人为救不下。倘若有个好的，我一面是否下得来？问过火了，火了，哎，来，啊，母亲，你唤我做什么？火了，哎，这几日见你姐姐做些什么政治？没有看见姐姐做政治，倒老是看见她到花园里去烧香。哎，烧香乃是一件好事，为何这样讲话？母亲，你不知道，前天晚上母亲都睡着了。我还看见姐姐同红娘到花园里去烧香，烧到半夜还没有回来。火了，哎，你这话是真的？是我看见的嘛。火了，哎，你快去叫红娘来。哦。为了在子的终身大事，天天叫人提心吊胆。要是真的做出什么事来，叫我还有什么颜面去见相国与殿下？果儿满在做什么？老夫人唤我做什么？母亲知道你每天陪姐姐到花园里去烧香，自己要问秘密。哎呀，相夫人一向疑心很多，莫非已识破谁相之事？他这要是这样拷问起我来，叫我又怎样回答？红娘啊红娘，你且不要惊慌，进去见过再说。红娘拜见老夫人。小姐姐，你还不跪下？母亲，你怎么了？不要你滚，快去自家吧来。你还不跪下？老夫人，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跪？跪下，下去。红娘，你知在吗？红娘不知在呀。小姐姐，你还滚强在？我家里陪小姐迎接入室，谁要你迎到她无影乱子，他将去白玉来万事皆休，也得如同家法，你小领男女。小姐姐，谁叫你半夜三更我小姐到花园里去的？哎呀，不能去呀！你还不识家？红娘是有不敢去心，是谁前来？我郎姐来，你不识我打死你这小姐姐！哎呀，老夫人，啊，夫人不要损了贵孙，红娘是家。红娘那人与小姐怎么样？也如是赢了真身，赢了真秀干什么？我与小姐也将就什么？他在哥哥饮一句，要到西厢去问
你们去了没有？不等我的言语，你们倒失望问我什么？俺们才是问俺有什么好说的？你们去问我上身这些什么？他是夫人家当作头，今朝小生在官道上西边有你怎么样？有的事嘛，有在小说吧。姐姐，你还不怕生？他是红娘李仙洲，李先生，为小姐你叫小姐传接龙。你这小姐姐，她是我女儿家伯爷生的，你叫她乱做什么？哎呀，我也不晓得叫他乱做什么。又怎么样？事情到这里没就完了，哪有许多的意义？小姐姐，你还不怕生？不生。女儿在上乱烧头，早已成样王宫真气死我！常言道女大不中留，其间无比苦在酒。夫人啊，你的防守是铁防守，不怕羞是铁怕羞。事情已经多久了？红娘夫人把菜药起，药雨来早已心已凉相头。天哪！我堂堂相国府，竟会出了这种扯瓜路扯的事。待我把这禽兽拉到官府去，老夫人，你去告谁？去告张谁？这事怨不得张生，也有那个不是兄弟姐人，也怨不得小姐。都是你这个小姐哎人，呀，这是你家的事，哪里怨得到我红娘呢？是知道有这来，这都怨，有哪个？都怨你老夫人。我，你这个死丫头，怎么倒反是怨我？夫人在告到官府，夫人身上现有3个不是。我怎么倒有3个不是？我问你这一，想当日君为普救时，夫人面对300慎重，许下了婚事。如今许了又拉，谁生出许多事弊来？才告到官府，夫人岂不要耽误言儿负心的名声吗？这儿你夫人既然拉了婚姻，就不该再将张生乱子水下。这才是冤狱狂妇得罪几遍，才告到官府，夫人更有过自家不念之过。这三，夫人才告到官府，官府责问，这万事之人是在家的小姐。老夫人，你又该怎样回答嘞？岂不是说没了老相夫的家事？这个是啊，凡事要三思而行，不可操持。这事难道罢了不成？事情已到这个地步，只怕他也由不得你老夫人，不罢也由不得你老夫人了。红娘，
此次以你之见呢？在红娘之间，不是三句小姑神之美事，把小姐许于张生，这不是完了吗？这丫头一夜当奴心看，大家老身为了难，我咱家隐隐许了张君才，他把一真与我加配，我咱家张生送过去为的是想不来谁从是谁。我倒不是全将亲事许张生，是他中应许我生。老夫人，红娘回去了。小姐在外不起来。多谢老夫人。去叫小姐来。是。有请小姐。红娘，小姐，西厢事发了。老夫人方才拷问了红娘本人，她的寡当儿这是滴溜溜地在红娘身上放转。这样红娘你罪了委屈了。还好，不叫我失过去了。小姐，是请老夫人叫你呢？叫我吗？小姐，老夫人有意要把你许配张生了。哎呀，红娘，事到如今，怎么好意思去见母亲你？你又来了，是这娘的跟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快去吧。见过母亲。母亲，我的我的儿，你被人欺，这都是我的孽障，我有冤大在来。红娘，与我和那个禽兽前来。和哪个啊？张生。张先生，快来！红娘子，这是小姐唤我啊。哎呦，你倒真往好的上面想。告诉你，西厢事发了，老夫人叫你去。哎呀，小事忘空，你替我走开点儿吧。事情大了，走开不了，你快去吧。我怎么好意思见老夫人呢？你看你，现在挑香的担子有多大，事情的担子有多小。告诉你，老夫人要把小姐许配你了，叫你去见丈母娘去。真的吗？谁哄你来，快来吧。参见老夫人。好一个宝呀秀才！我好意留你寄宿西厢，已经为做出这种非礼之事。本来我送你到国，有空送没了相国的家珍，没奈何我只有把莹莹许你为妻。啊，参见我，这一位总算成功了。但是有一件，哪一件？我家三思不照，怕一女性。明日你我上京应试去，得过回来再与我儿成亲。杀不得过，你休要来见我母女。红娘，
吩咐准备车辆，安排救护，明白在这里当兵，张先生谢谢。儿郎，再为娘进去。撇不作苦，愿你早晨再归回来，才与我儿成亲。啥不得过？要知道我家三死不造反，一命幸运。在我心中还了这一辈吗？红娘，吩咐逃出时送张先生上马，我小弟先回去了。母亲，好，看时候不早，你们分一几句，不要误了他的眼神。为娘在车上等你。把老东去燕西边，百岁千山。你此一去，无论得官不得官，是要去找回来的呀。小生理会。东流的雪心地玩弄我为送一。
了一层雨也不消息，我这里情乱有心凭随机，你恰是金榜不明死不归啊！今日此言当尽心，但管未来荣耀起，不但管未来陪伴你。红娘，这请小弟认错。是小姐，老夫人请你认错。小姐，奴儿，你先回去吧。你先上马吧。实在是怕生错啊！是吧？是吧？将别人接来那里，他小在哪里？李人接来那，也就一四位30中一两个大家做儿子，不在人红娘，老夫人命你去问长老，既是与老相公做好事，你倒是问了没有？我也问了，长老说2月15是寿公子的，请老夫人小姐到大殿念香。啊，小姐，我想起一件好笑的事。什么好笑的事？前天我去问再见的时候，碰见那是在国门口遇见的那个秀才，他见红娘深深意意，说：“小娘子不是莺莺小姐身边的红娘姐吗？”又说：“小生心上明公是君才，本官西路人士，年方23岁，正月17日子日见生，并不曾娶妻。”哎呀，谁要你去问他了？哎呀，谁问他嘞？他问混大小姐的名字是，唱出来走走嘛，舅娘好好的抢罢了一顿。你不抢把他也罢。世上竟有这样的傻瓜，我不抢把他，不晓得他还要是些什么疯话呢？红娘，你告诉过老夫人没有？还没有告诉老夫人。这些小事不对老夫人说也罢。红娘理会的。小姐，你看又到中天，我们再摆一摆香吧。玉桂无限伤心事，近在身份一叹中。哎呀，小姐为何如此长叹？仔细想来，小姐之谈必有所告。我不免以月光花影为题，告你且试一试，看他怎样。
姐姐参呀，似乎林好朋，不见有众人。姑爷，你听讲着有人认识。是啊，这声音就是那个23岁不能妻妾的傻瓜呀！好亲近的事啊！小姐，他认得好吗？兰桂生节目，如今独芳配，了得银人家。英烈放滩在呀，小姐，你救得好快哟！心儿里动荡的多少聪明，你小命儿最不忘满足云我眼前庐山有云，他背着笑脸来相迎。小家母你无数忠情，高家儿敬我到天明。小姐，夜深了，怕老夫人这会那么委屈吧？家家蒙天闭门声，为百姓要生去若心归路离空。
监听发充所言，在此一名小姐每夜必到花园烧香，且是今夜月把风起，他才是我定令看过十分清楚也。不见那人叫啊音，我侧着耳朵听，我逆着脚步迎。听得九门儿呀的一声，风不去三里来，一向心声。我点茶酒尖儿仔细定睛，妙啊！比那是初见时哟记在红娘去向来是一直想愿望无发生天堂，只想愿老母百年寿长。三只见小姐关情妈妈话难讲。小姐，你为什么每夜到了第三次香，虽没有话了？陪红娘请你来做告吧。愿小姐早配鸳鸯配一个，官司才有长远啦。风流成了温柔心，与小姐百年成伤。红娘休对外面，
好不明朗哦。是啊，今夜月色好不明朗。红遍教父要辞，教育院似水流在晚风斜。用此本兼顾了百万千，是这般美人儿几人间。红颜花了难去难言，为女儿比起又别了万王容颜，谁想到这里女人心。身为参商不多，眉眼中挂小日中。花落水流，言句万种。百味无语，梨园公公。碧莲的花不落英，风飘万点，真的你暂撇开银州门，三院无人且上层。小姐，我们可去故地问啥问啥？是的。啊，小姐，你看这里的桂桃花开得多鲜艳啊！我们这两次去好不好？是的。小姐，我们回去吧。
请。请。哎呀，那边好大一座花园，不知是什么地方。哦，越发带我随喜随喜。啊，张先生请自。怎么样？哎，那便是去不得的。恰是为何？这里面之茶，一股蔡相国的夫人我隐隐小姐。蔡相国家眷为我不拘官业，前来报杀居居。先生有所不知，这因相国去世，夫人与小姐无料临终，为尊不领远君，路上不行，故而在日寄居寺中。哦，原来是此。夫人病身，自家严禁，什么人都不能进去。红娘，小姐开了这门。是。哎呀，财夫女眷来了，遇上多余不理，再这么好。哎，张先生，快到这里来躲一躲吧。来吧，哎，快来。哎呀。边万紫千红，好不如此。小姐来呀！只听到哩哩应声哇转，梦转间500年，风雨离远。张先生。小师，哦，这位莫非就是蔡家的小姐吗？正是蔡家英英小姐，为哪位小娘子呢？那是小姐身边的是玉红娘。啊，张先生，我45岁要回来了，请先生方丈备茶。小叔先一步，小生谁有心来？此先生就来。妙啊！你猜你喜春风眠，彩莲下听冰涌。张先生，我45已经回来了，请你奉上备茶。哦，张先生，请。好，请。小师傅。哦，原来是红娘姐，还有什么事吗？奉了老夫人之命，打听在即，不知长老可在方丈？我45正在方丈呢。是此有劳小师傅领路。好啊，我正要陪这位先生去见长老，此次先生请。啊，这位小娘子去打听在即，小生同去不便。啊，先是先引一步。先生，我稍备了，红娘姐，快载我来吧。是。小娘举子人端庄，见不见半点儿清光？方才是春风迎梨花间事，此今在有家中皆是郎，他言语巧，来往忙，聪明伶俐，不寻常。傻呆与都京小姐同款穷。
娘子去打听灾期回来，必要从此经过。哦，待小生再次等他便是。哦，小娘子，小生只想有礼了。先生万福。请问小娘子，该是侍奉英英小姐的侍女红娘妻呀？我便是吴老同门。啊，小生一句话哦，关什么？言辞之间不可乱发，也是人儿有力难发，请说吧。这个，小生心中明公是君人。并管西路城市，年方23岁，正月17紫禁城，并不能辞妻。哎呀，谁问你嘞？我又不是算命先生，要你的身份办事何用？再问红娘亲，你家小姐她可常常出来走走？出来点怎么样？夫人在草林边上，自家年轻较有方。三船三叉同志辈，葡萄不管谁中堂。先生有非请我，不老实实问官场。红娘亲。夫人总管把礼仪吧，从今再管胡乱讲。从今以后当问的问，不当问的就不要无问。你要是无问啊，被老夫人问子，你胡一场，真是个书呆子。听说到心情长，一天去苏梅见上，红娘啊，你年纪小，性子刚。为什么临着病上，小姐呀，你心中啥句老玄道，你不该领去为女王，今生啥不你做平。难道我前世少了团对象？准备打1万星，长须担台。我不免向无常，家不西厢深送一情，早晚也好再见一眼小姐，如何不可？对，就是这个主意。相公，我到处找你都没有找着，你站在这里做什么呀？请问大半天你在什么地方？我在宝塔顶上问啥你？